台北市因为无处理营建废弃物的所在，常常爱将物件运到中南部去台。不过，就立委表示讲，营建废弃物送去处理的过程，政府拢无掌握，甚至造成恶心业者将废弃物带伫咧农地内面。台北市去年的都市更新案占全台湾57%，而且阁有侪侪商业工程、社会主体建案等等。每年产生的营建废弃物是真侪。台北市议员区委结指出，台北市内因为无会使带营建废弃物的所在，这废弃物是常常需要运去中南部的县市。但是呢，台北市目前有17个这个混合厂跟这个土资厂，刚刚就提到所谓的中继设施，他们可以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分类工作，也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处理。但是最终它要处置，比如说不管要掩埋还是做其他的这个工作的时候，你还是得送到南部去。那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这个北废南送或者是北土南埋的一个现象。立法委员洪新涵讲，营建废弃物为土石方资源堆伫处理场运到最终处理场的过程，政府是拢无咧掌握，这可能造成废弃物违法带伫咧中南部的农地内底。我们现在的主管机关只管到这一条线，只管到前半，后半部到这个土资厂或者是混合物的处理厂后，怎么送到最终处理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毫无追踪。毫无列管，营建废弃物清运的车辆是不是都应该装上这个即时追踪的这个 GPS 的追踪器，你才能够对于流向有完整的掌握？区委给指出，政府确实有依照法律来收送废弃物，但是废弃物的处理常常发生一摆搁一摆转互包厢做的现象，落尾的老乡是真恶堆装。希望营建署等机关爱甲地方政府来合作，共同解决这个问题。不过营建署伫结果进前是拢枵无回应。记者郭碧君、张随台北报道。